来看这里路，陆军的北军团有真车去弄到路边的树仔，造成7个人受伤。昨暗6点外，又有一台载15个阿兵哥的军用大货车，经过邦山台26线落南的车道，去弄到一台奥多麦哦。奥多麦驾驶嘛受伤送病院。警方搁调查车祸原因。北军团是强调讲，因会来配合调查，嘛来强化阿兵哥行车安全的教育。 一台军用大货车停伫路里边，还有一台明显轰弄过的重型机车。这是屏东邦山乡台26线落南6.1公里的所在。21暗卸任的军人驶这台军用大货车要转去兵营的半途中，甲乌多摆相撞。这台车是哪边第一个撞击点？这里吗？ 警方初步掌握车祸头一弄的所在，伫大货车倒并头前的车链。这个事故也造成乌多摆骑士的头受伤，送医治疗。于里南骑乘普重机称发生碰撞，军车驾驶及乘客均无人受伤，酒测值为0，令普重机驾驶受伤意识清楚。双方拢无纠正反应，军方讲肇事责任该等警方厘清，会配合调查。目前相关的肇责由警方鉴处中。第8军团指出。 后续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，并且依照军车保险作业规定办理后续事宜。北军团四三炮击部20才发生战术len车驾驶，哪像一手换hand倒入，搁分心摕物件，尾仔去弄着树仔。即摆搁发生军用大货车弄着乌多摆，虽望双方责任该厘清，不过连续发生车祸，北军团表示会强化官兵驶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的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